皇上啊，小王爷来逼死公主，你若敢无要甲伊处罪行？爱妃，你免着急，朕自然会予你一个交代呀。逼死有邦的公主，伊阁害死进贡的节度使，你若是无将伊处死者，免哪样侥幸天下咧？切，启禀皇上，迄个人确实是假公主啊！哦，你凭什么证明伊是假的呢？要无英妃娘娘，你是凭什么证明伊是真的？是啊，爱妃，朕也是安尼想，是真是假，即嘛什么人嘛是分袂清楚啊。安东都侯府甲范阳节度使，因亲自率兵一路上严密的保护，敢讲有可能会去人吊换死？但公主出宫，哪有无带亲信甲护卫，甚至连是一位侍女也无。英妃娘娘，你敢无感觉这有违常情哈？敢讲伊连一个也无带？类似，选御前护卫辛有基能见结进宫。选御前护卫辛有基能见结进宫。你这是靠给我万岁，平身，下万岁。朕命你两个人保护小王爷出宫，去找找真公主。遵旨。多谢皇上。明丽啊，你是一个温馨的人，爱出京去找找真公主，这实在太危险了。母后，这是皇上的意志，而且我阁必须找伊假公主，必须要找真公主倒转来赎罪啊！我要哪会放心啦？王爷，这是要安怎？你嘛倒出一个主意。哎呀，王妃啊，皇上的圣旨基出，是无法度通更改的。这王妃，但你嘛知影，皇上比咱夫妻搁较疼爱明仪。皇上这回出旨，令明仪出京，我相信这其中当然是有伊的道理存在，你放心嘛。明仪，你老老实实甲我讲，讲什么呢？皇上相信你，但是伊无讲出来，我也看得出皇上一定是交代你什么个的秘密任务，而且你可能也知影真济内中的秘密，对也唔对？请父王处理不好，实在不便放过啊！明儿，你若唔讲出来，英妃娘娘是更加会分裂。父王是担心讲，恐惊会惹出来更较大的风波啊！英妃娘娘驾到。因为娘娘大道，薛文玲请下罪。当今皇上面前的大红人，啥人唔知小王爷的权势有偌大咧？假使讲小王爷，你若是犯着天条大罪，嘛用咧自由自在啊！这无像我咧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宫院的嫔妃。假使讲我若犯什么代志，我应该就要来向小王爷你请罪，毋则对啊！阮袂哪敢见怪。在座的强婢，拢退下。王爷王妃，我确实无法度通控制积压在我内心的愤火。我的后生竟然会不如一个小小的小王爷。我今仔绝对要来暴露这个秘密。娘娘，我若无讲出来，是无法度通消灭着我满腹的愤火。王妃，莫管，看伊要讲什么，互伊讲。王爷，这若无互伊讲，咱就要忍气吞声，
你讲，咱要忍耐到什么时阵？互伊讲。英辉，你想要讲什么？你这里讲，你尽管讲。小王爷，你根本就毋是九王爷的亲生囝，也毋是什么皇族的血统，你根本都无资格通做小王爷。玲玲啊，你是母后的亲生囝，你莫相信伊的话。英辉，我跟你讲，本王随时都可以入殿来去挑皇上来证明明儿是毋是我的亲生囝。皇上伊自然会对你交代。你今仔用这款的手段，是无可能来破坏阮爸囝母囝的感情。我要讲的话，一切拢讲完。小王爷，必是毋是是悠哉哩，这是你的代志。赵义勇已经死啊！皇上命令小王爷出京，要去找找真公主。邱无兰若是叫王爷、小王爷当着，咱性命就难保啊！要阁有一个白如愿无死，有一天伊一定会讲出讲白昭皇被害的秘密。要若安尼，主公不但大事未成，咱啊，唉，实在无壮身之地啊！大人啊，你一定爱想办法，将白如愿甲治掉，将邱某人记甲找出来。邱无兰已经互白衣公主带去啊，免哪有遐容易通啊，搁带倒转来？大人啊，梅玉龙因爸仔囝，敢毋是有对大人讲过，一定会当找出邱某人的？对，梅俊生，杀死白如愿，邱无兰你也毋交出来互我，你是要稳将收捕，要害死本官心？阮爸仔囝欠你的恩情，已经也替你做真侪代志了。敢讲，都要一世人听你的诉还是？杨毅，俊生，唔准你对恩人无礼。恩！敢讲一世人都嫌袂了？好啦，莫讲我用温情来压迫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你救我一条性命好，你杀死白如愿，做会到？要无你将邱无兰交互我。会用的，你行我的未婚妻，带足一方来甲我换邱无兰。这梅有良啊，这件代志你爱拍算我？李大人，你放心，这个代志我负责。好，拜托，我要转来。志兴，你有认定我这个老爸吗？阿爹一样是守约定的人，你必须要遵守约谈，害死白如愿。袂用的，我袂用去太白如愿。是安怎？你总爱讲一个理由出来。现在你毋免问，我阿爹，你若要逼我，我会用去太白如愿死，你就先杀我。同志，梅俊生，你现在心情最混乱，在这个情形下，你已经输掉。但是，我无想要跟你动手，我只要就是公主邱无兰。邱无兰伫我的手中无毋对，但是我袂将伊交予你。譬如我真心伫咧对待你，你就莫管邱无兰的代志。其实我是来真久啊，李元新逼你，你老爸逼你，你一再就是无要插，实在使我意料之外。你安怎突然间会变得到
白如月的感情问题你也干涉，实在使人费解。我替白如月深深甲你感激，但是我必须要伊公主，你将人甲我搞出来。公主把我搞出来！人无伫我遮，要抬你就抬。对，好，有无我会去调查，但是找无公主的以前，我随时就会来这找你。我一定要连成对魂七绝，杀死你白衣公主！诶，啊你哪拢无食？我搁甲你赶来啊呢。我叫你，你放我走好无？放你走！一世啦，你免想要离开我咯。敢讲你要永远甲我禁踮遮？你要杀我？等待我若练成对魂七绝的剑法，杀死白衣公主了，你就用个离开这个所在。我甲你也无冤无仇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我的未婚妻假扮做你到长安，被人揭穿已经死了。你死啊？是，所以你爱代替祝义宏。祝义宏是你逼伊冒充我上囝而死的，这甲我无关啊！现在已经变成甲你有关。小王爷出京要来找真公主，朱元璋非处理死地不可。伊了搁要杀我？无毋对，所以我毋互你露面，是因为我爱你。你放心，免惊，我绝对袂强逼。只要你若乖乖，踮咧遮陪我每工练剑，我会真欢喜保护你的安全。对，你爱会记哦。为着你的性命的安全，你毋通想要轻举妄动，也毋通想要走。
危机。心中留。路怪。面对溪水看入心，因徘徊小桥为何意？看你将你手磨面，无非思念别离离。路怪，甘正是伫你的心肝内，只敢若为爸同志利益。我无法度安慰。今仔日我去到镇上，拄着一个人，使我真正是着惊。一个人，跟我敢有关系？有，这个人对你来讲，你是真需要分辨清楚的一项代志。小王爷已经出京来咧，找找着契丹公主秋无来。哦，契丹公主本来就是要甲小王爷相亲，小王爷即马出来找找契丹公主，这是一项真正常的代志嘛？哪有啥物通我大惊小怪？问题是，小王爷甲着伊爸同主生做一模一样，无定着。爸同主就是小王爷。公主，这要哪有可能的？我若是小王爷，朝廷何必出恁个正当的黄金要掠我呢？也毋过我今仔日伫咧镇上拄着迄人，明明就是你。啊，我去太湖，即马才倒转来。早起我嘛无去撞着你啊。啊，迄就奇怪，敢有影真是小王爷，甲我真共款。那安尼呢，我就爱来去找伊，看伊是来生我，也我生伊。过来啉。你是小王爷，哇，哪有这个真水的姑娘呢？来，陪小王啉一杯。小王爷，伊毋是基你啦。哦，伊毋是基你啊？这个所在是查甫人伫咧行，安怎毋是基你会来遮？赶快，你上开。毋是基你，还阁较好。来，陪小王饮几杯啊！放手！好事！不，小等，无要紧。若有遮水的姑娘，互我车几个我嘛无要紧啦。来，你要去倒位？水姑娘啊，手等的啊，水姑娘。爸同志，哎呦，敢要来遮讲要招我啦，小我上来来。小人跟你熟悉咧，大刀啊，我呢，高不中的啊。什么高不中，敢毋高不中乱来，过出去！你爸同志嘞，大刀啊，
月，你是咧看啥戏？你甲迄个王爷真亲像，恁两人亲像迄个同伊娘。我甲伊虽然啊真亲像，甲伊并非同伊娘。这实在使人哦难相信，莫非你甲伊是迄个亲？我甲伊虽然是同款面，可惜非故有归亲。对，你跟我来去一转，哎，要去倒位？来去酒楼见小王爷。哎呀，免见啦，我已经甲伊见过面啦。但因过去演公主，伊伫咧认唔着人，而且伊是伊，我是我，你后摆莫去认唔着人就好啊嘛。哎呀，你跟人来去一转就好嘛。嘿，我哪会晓跟你去的咧？伊身边有带两个二前护卫，我是钦犯的，你是要叫我去送死啊？好啊，你若要叫我去送死啊，我就来去嘛。唔通啦，安尼你袂用得去的。无我来去想办法，随伊带来遮，甲你见面，你踮遮等我吼。